今日呢套伸展運動可以幫你改善腰背痛同埋圓肩、肩頸痛嘅問題。大家跟我一齊做啊！首先我哋跪喺瑜伽墊上面，劈劈坐喺腳踭，雙手伸直，保持呼吸，hold 住呢個姿勢大概15秒。然後將我哋嘅上半身升高，做個貓式伸展。吸氣嘅時候，將我哋嘅肚臍向瑜伽墊方向壓落去。跟住呼氣嘅時候，將我哋嘅背脊向上推高。然後腳趾釘地，升高我哋嘅屁屁，做個下狗式。然後我哋左右腳屈曲踏步，記得要保持呼吸啊，千祈唔好閉氣。跟住將我哋嘅左腳踏上嚟，大概去到手掌嘅位置，然後將我哋嘅盤骨上下移動，再將我哋嘅左手遞高，指向天花板，眼睛望住你嘅手指尖。落嚟嘅時候，將我哋左手穿過去我哋右邊腋下，來回3下。然後將我哋嘅左腳穿過去右邊，大概膝頭哥去到手掌嘅位置。呢個動作可以幫你舒緩到腰團嘅繃緊嘅肌肉。然後將我哋嘅小腿放返中間位置，後面腳掌可以放鬆，雙手伸直，撐起我哋上半身。跟住將我哋後腳遞高，然後我用我哋嘅右手捉住我哋嘅腳掌，再拉一拉我哋嘅前大腿。好，放返隻腳落嚟之後，將我哋雙手再打開闊少少，然後將我哋兩邊膊頭輪流掂瑜伽墊。雙手放返嚟中間位置，然後手踭掂地，慢慢將我哋嘅上半身趴落去，雙手可以伸直，放鬆我哋嘅下半身，保持呼吸。好，然後慢慢起返身，雙手撐返起我哋上半身之後，後腳腳趾釘住地下，升高我哋嘅屁屁，然後左腳踏返後，做多一下下狗式，然後將你嘅右腳踏上嚟手掌嘅位置，再重複一次頭先嘅動作。
完成第二組嘅動作之後，將我哋嘅 pat pat 升高，做多次下狗式。最後慢慢膝頭哥落地，然後將我哋嘅雙手慢慢手踭掂地，跟住雙手合實之後，將我哋嘅心口慢慢向瑜伽墊方向壓落去。成套伸展運動就完成啦，記得大家每日要做啊！